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来一下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31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河北邯郸的3个青少年犯罪我记得在前几天一个节目里面，我还提到了这个河北这3个青少年犯罪没有了下文。结果昨天12月30号，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就下来了。这个判决让很多人感觉到一种悲哀吧，或者叫无力感、无可奈何，或者叫意难平呢。这个是最高人民法院转发的新华社的一个报道。我们先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新华社石家庄12月30日电说，2024年12月30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张某某、李某、马某某故意杀人一案，对被告人张某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李某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被告人马某某依法不予刑事处罚。就是3个人里面一个无期，一个是12年，还有一个是免于刑事处罚，就是不予处罚。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邯郸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司法建议，检察建议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相关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并依法对马某某进行专门教治教育。也就是说不用坐牢，但是公安机关恐怕对他有一些特殊的这种措施恐怕要通过街道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比如说义工社工之类的。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张某某、李某案发时全部是13周岁，与同班同学王某某就是被害人被害的时候也是13周岁，存在矛盾。经张某某提议，二人多次共谋杀害王某某后平分王某某钱财。张某某选定一废弃蔬菜大棚为作案地点，并提前携带铁锹挖坑进行犯罪准备，这是有预谋的对吧？他已经先去挖坑进行准备。2024年3月10日下午，张某某将王某某骗出，因李某的电动自行车是置于被告人马某某这10年13岁家里充电，李某骑马某某电动自行车载马某某，张某某骑自己的电动自行车载王某某，个人2辆电动车共同前往张某某事先选定的蔬菜大棚。这个很显然就是骗他去的，把这个受害人王某某给骗到那个蔬菜大棚。4人进入大棚后，张某某首先持铁锹动手，并直接实施杀害王某某的行为，所以张某某判无期是他动手，李某帮助控制王某某。这个时候马某某见状离开大棚，张某某、李某共同致王某某死亡后将尸体掩埋。3被告人骑电动自行车逃离现场。张某某将王某某手机微信账户中的钱转入自己的微信后，与李某平分，将王某某手机卡取出指使马某某砸毁，将手机交由李某扔弃。案发后，马某某首先交代并指引公安人员找到埋尸现场。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某、李某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其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张某某、李某经预谋后将被害人王某某杀害并埋尸，手段特别残忍，情节特别恶劣。作案时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这是卡着点儿的，正好13周岁，卡在12和14之间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张某某提议杀人并纠集他人参与，提前进行犯罪准备，直接实施致被害人死亡的行为，系共同犯罪中罪责最为突出的主犯。李某积极参与，于预谋并实施杀人行为，事后与张某某平分赃款，在共同犯罪中系主犯，罪责小于张某某。2个都是主犯张某某的责任最大，李某呢责任略小一点。被告人马某某在去作案现场途中得知被告人张某某、李某欲杀害王某某，并跟随前往，在目睹实施杀人时即离开现场。也就是根据法院判决根据这个公安机关以及检察院的这马某某他并没有参与预谋，他是在去的途中得知这2人要下手害这个王某，他到了现场之后看见这个张某某动手，他就跑了，离开现场后帮助毁灭被害人手机卡，参与了张某某、李某杀害王某某的共同犯罪。鉴于马某某在共同故意杀人犯罪中未参与犯罪预谋，未实施具体加害行为，关键他事后他还带这个公安机关去指认现场，找到了这个埋尸的地方，所以说恐怕免于处罚。这个判决确实让很多人大家气愤不平才13岁就成了杀人恶魔预谋挖坑，然
然后把自己同学叫过去，这么心狠手辣。有很多网友说啊，13岁对吧？你判12年，他就是坐完了牢出来才25岁，怎么面对这个社会？这个社会又怎么接纳他？另外一个啊，那个主犯吴奇，他通过减刑对吧，慢慢的估计也最后最多坐20年，出来也就30多岁。这就是大家为什么比较气愤的地方。一个人对吧，就这么平白无故的死了，被害人呢生命永远定格在13周岁。所以说这个无论怎么说，它都是个悲剧啊。这3个少年啊，加上被害人这4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就是一，他们是留守儿童；二呢，又缺乏教育，还有一个家庭破碎。总之啊，是一个问题少年。这个法院呢所指控的这个张某某啊，抢走了这个被害人手机里面的，就是微信里面的钱，一共只有191块钱。这个被害人呢，王某家境啊稍微好一点，也就手头上呢恐怕零花钱稍微多一点，而那3个孩子啊，恐怕家境稍微差一点。这个他们父母啊，不是离异啊，就是在外地打工，无暇去照顾啊，去教育，偶尔的就给点钱了事。那这3个中学生啊，他就不学好，根据这个媒体报道啊，经常跟这个被害人要钱，就索要钱财啊。这3个这个犯啊，这未成年人，他家里人也不是不管他，也不是那种说放任不管，他也管，但只是感觉啊，心有余而力不逮，叫力不从心，疏于教育啊，导致啊这3个未成年人呢，这种气焰，这种错误得不到纠正，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以这里我们说一说啊，这个事情责任在谁？这个事情是个悲剧啊，而且像类似的事情还不少。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它发生的原因，怎么样能够尽最大可能的避免这类悲剧的发生啊。首先一个啊，肯定还是经济发展了。咱们现在进入了一个比较尴尬的时期。什么叫比较尴尬的时期呢？就是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在农村里面你待不下去，你要在农村里面你活不下去，对吧？你得赚钱，你得养家，所以被迫啊背井离乡进城打工。但是进城呢又是牛马，挣不了多少钱，仅能糊口，这就比较尴尬。改革开放之前呢，没有出去打工这一说，你只能在农村里面，在老家没钱也得在老家待着，你出不了村。那个时候反而啊，这种家庭教育还比较完善一点，也就是家庭啊，对吧？它是以家庭为单位，爷爷奶奶、父母下面子女，他一般都是个大家庭，都在一个村一个地方。这种相对来说啊，教育啊比较完整，虽然质量也不是很高啊，父母就在身边，爷爷奶奶也就在身边，类似于啊时时刻刻盯着你。村子里面人也多，到处都是人呐。你看咱们这个案子里面的现场，它就是个废弃的蔬菜大棚，这个在30-40年前就不存在这种现象，没有废弃的，对吧？能种菜的地方，能种农作物的地方啊，都会给你种上，因为人太多，地太少。现在呢，人都进城了，很多地啊都是荒着的，农村的人少。那我们改革开放以后啊，随着大家都进城务工啊，本来啊这个年轻人进城务工，下一代应该带在身边，就在他打工的地方上学，对吧？参加中考，参加高考，父母带着他，这是最好的安排。但是啊，由于咱们种种原因，最主要的是父母打工收入还是低，没有办法再带这个孩子在当地上学。因为一个孩子上学，大家都知道，现在你还得专人看着，专人给他弄吃的，伺候他。一般的这个农民工啊，夫妻俩小两口，他不具备这个条件，他的收入有限啊。如果他收入稍微高一点，混得好一点的，他可能在当地租了个好点的房子，或者买一个大点的房子，把这个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接过来，把小孩也接过来，在那个打工的地方团圆，这样放在身边教育，这种也有，但是少数啊，也就是大部分啊，孩子都成了留守儿童，在农村里面由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去带着，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由于年纪比较大，受的教育也比较少，而且这种隔代他一般比较溺爱，完了这爷爷奶奶他也在家里他的干活啊，农活，所以对这些小孩输入教育，对吧？这个小孩的教育中啊，他缺一环，这是一个主要原因啊，就是农村的年轻人进城务工，农村里面待不下，活不起，进城呢也活不好，比较尴尬。现在就是这么一个阶段，留守儿童越来越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各种限制，比如户籍制度，比如高考制度，种种人为障碍，我知道啊，阻碍了这些儿童啊跟随父母一起进城，对吧？造成了这种留守儿童现象。第三个就是教育，在这农村地区啊，由于这个经费的问题，由于生源的问题，所以这些地方这个教育一定是相对比较落后，老师啊也管不着学生，比较难管。但你这顶多你能管他在学校里面，出了学校门，老师叫鞭长莫及，他也管不了，爷爷奶奶也管不了，那这些孩子不就成了叫放飞自我？农村里面啊，各种课外的活动也比较少啊，他不像城里面的小孩啊，对吧？一放学各种课外班、补习班，还有文化课，还有什么钢琴、羽毛球、舞蹈，总之啊，安排的比较满，所以小孩空闲时间少，出去浪的时间少，所以这种适应也就是相对少一点，对吧？
吧？农村里他没这个条件，下午4点放学，那就整个的就是出去混，或者5点放学，那就是一直混到晚上。你说在农村里他能混啥呢？第4个啊，就是这个社会风气，这些小孩这么残暴啊，跟当前的这个社会风气也有一定的关系，对吧？你比如说那个游戏，现在小孩喜欢玩游戏，在游戏设计的时候，对吧？游戏的设定里面那都是比较残暴，杀人如麻呀，快意恩仇，有仇必报。这些青少年喜欢玩游戏，时间长了潜移默化，总有人呢会受影响，对吧？游戏里面的宣扬暴力啊，还有那些网络网文也是这样，爽文嘛，有仇必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对吧？这种风气啊，对这些就是问题少年那就是促进他向那个邪路上发展。现在这个社交媒体、各种这个视频网站、短视频平台也在宣扬一些不正确的价值观，对吧？让人更加焦虑、更加浮躁。你比如说那个抖音平台，还有什么小红书、知乎，这个成了一个叫炫富集中营呢。你要天天看这一平台，你根本搞不清当今社会具体是什么样子的。咱们这个社会啊，我举个例子啊，你每月工资5000以上的，你已经是吊打90%的人，但是你在抖音或者在小红书、知乎上面，你说你月入，那你是无地自容啊，会被别人羞辱。那上面月入都是几个 W， 对吧？开口就是赚100个 W、500个 W， 都是开跑车、开豪车，劳斯莱斯、法拉利，动不动都是住别墅。我们有资格交个人所得税的，就是每个月啊，真正的从你工资里面、收入里面把你个人所得税给扣掉的，这个人不到5000万，咱们14亿多人，你就琢磨一下，明年这个数还要减少，对吧？但是我们通过这个短视频、社交媒体，那感受是完全相反，对吧？在这种风气之下，你说这些教育的、缺乏关注的这些问题少年，他们会怎么想，对吧？这是社会风气。如果家长在身边，家长给他做正确的引导，对吧？告诉他赚钱不容易，这些孩子的家长一个月恐怕都是在5000以下。最后一个就是还是我们的法治，我们有青少年保护法，但是给人感觉啊，我们这个青少年保护法保护的是那些问题少年，免于处罚或者减轻处罚，好孩子啊、老实孩子反而得不到保护。你通过案例你就发现了，他就这么个结果。那问题出在哪儿呢？所以还是在我们的法治上面，就是法律啊不完善。这个青少年犯罪啊，这不光中国，对吧？实际上全世界都有。那人家是怎么处理的？就是美西方。我们以日本为例啊，他这日本人呢，他这个成年的标准好像就20岁，达到20岁你就是成年人，你小于20岁就是属于青少年。在2022年以前啊，日本人好像对这个20岁以下的这种刑事犯罪啊，也是像咱们中国一样。也就是说，咱们河北邯郸的这3个青少年，如果他生活在日本，他干了这个事情，那么他在2022年以前，日本的判决大概是跟咱们是一样的，就是无期12年，还有一个免于处罚。实际上，如果大家是研究法律的，恐怕也知道，咱们河北邯郸这个按照现行法律，他已经是严判，基本上是封顶，因为舆论的压力太大。但是青少年他没有死刑，就未成年人了，所以他搞到无期啊，这个就凸显了法律的无奈。你没有这个法律条款，但是日本人家就解决了。2022年，日本法律进行修改，引入了叫特定未成年人规则，也就是他把未成年人他又分成叫特定未成年人。他为什么这么改呢？也就是允许对那些犯下重大恶性犯罪的这种未成年人要进行按成年人一样的这个处罚，所以他搞了个叫特定未成年人规则。那是什么事情促使日本的法律进行修改呢？大家都知道啊，这种一定是有重大的社会事件推动了，导致大家觉得这个法律不适用了，必须要改。实际上就是日本2021年10月份发生了一个惨案，一个叫远藤裕喜的未成年人，因为纠缠一名女同学啊，追求她，结果女同学不同意，然后呢还把她拉黑了。这个远藤裕喜啊怀恨在心，他就选择啊潜入这个女同学家里，把女同学的父母啊双杀害，而且还一把火把他们家烧了。然后在这场灾难中啊，这个女孩的妹妹也被砍伤，但她呢逃离了，并且跑去啊告知正在2楼睡觉的姐姐，然后这姐妹2个人从2楼窗户跳下去逃跑了。当时啊，日本跟咱们是一样的，也有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类似的，所以这个日本媒体啊报道的时候都不能公布这个罪犯的名字和照片等等个人信息，所以按照当时的日本法律啊，没有办法处理这个犯罪分子。但由于这件事情过于恶劣，所以法官呢也不敢真的直接无罪释放，所以
只能拖。你一边呢是这个舆论的压力，一边是未成年人保护法，所以法官只能拖，一直拖到2022年特定未成年人规则正式实施。就是那个惨案发生后的半年啊，日本修改了成年人的年龄，从20岁降至18岁，然后又从2022年4月1日起生效。你给人感觉是专门为那个去修改的法律。第二个呢，日本少年法一并修订，将18到19岁的犯罪者定为特定少年。由这个法律改啊，那远藤这个案子就正好落在这个叫特定少年这个区间，就是他作案的时候啊，所以这个日本的媒体啊，就各种爆料就出来了，把这个犯罪嫌疑人就是远藤啊扒了个底朝天。这个远藤就成为日本首位被起诉的特定少年。今年1月18号啊，山梨县甲府市地方法院作出判决。虽然这个远藤啊在作案的时候但是日本法律尚属未成年人，但是法官依然判处远藤玉喜啊死刑。你看看是吧？日本他就是正好借着这么一个重大事件呢，恶性事件，他就把法律给改了。我从刚开始就说了，这是个悲剧啊！如果真的说把那个3个孩子中间的2个或者1个给枪毙了，这都是悲剧啊！为什么呢？因为13岁确实也只是个孩子，虽然他有点拔苗助长啊，就是像催肥了一样，实际上他啥也不懂，犯下了这么大的罪行，如果把他枪毙啊，也是一个悲剧啊！所以说要尽量减少这样的悲剧发生。还是要全社会啊共同努力啊，尤其是家庭教育，这个家长这一个环节啊是最重要。那家长是监护人呢，什么叫监护人？法定监护人，你的责任就要监护的。所以刚才咱们说了啊，这5点原因，对吧？一个是经济发展，一个是教育和其他的一些社会制度加剧了留守儿童，一个是游戏，对吧？这个咱们网络文化，还有就是法律法规。恐怕我们要从这5个方面努力啊，才能说尽可能的减少这样悲剧的发生。少了哪个环节啊，恐怕都有问题。不管怎么说啊，一个社会如果要枪毙一个10几岁的小孩，怎么说他也不文明。但是啊，10几岁的小孩他犯下这么惨无人道的这种案子，那也证明我们这社会病了，这个社会出问题了。在咱们网友在舆论的眼里面，这3个小孩是恶魔，但是在他们家长眼里，在他们爷爷奶奶眼里，在他们的亲戚眼里，这3小孩特别乖，特别温顺听话。那你说什么地方错了？对这3个罪犯进行惩罚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啊，更重要的还是亡羊补牢啊，犹为未晚。好，这期节目啊，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